平安。真水才去洗吼，虽然咱过去一礼拜中间有寒有热我相信上帝保守，互咱的身躯大家拢得到勇健。礼拜早起，互咱遮尔好的天气，咱踏着轻快的脚步吼，欢喜的懊恼的心来到上帝殿，咱直接就是要来懊恼上帝，要来敬拜上帝。是免讲嘛吼，咱就弹琴、弹瑟、跳舞来到伊的面前，唱歌懊恼伊。哇，来，咱有唱过一首诗歌，你若会晓的时阵，请你较大声唱。这首诗歌吼，甲背起来真好呢。毋茫你大声来唱，这首诗歌咱有唱过啊吼，来，咱来唱。顶摆我咧传是讲伊有淡薄仔有原住民，咱原住民的味。但是咧，请你唱的时阵，迄个曲式就甲伊唱出来吼。原住民迄个安尼强壮的迄种的味，就甲唱出来吼。来过来唱唱。我要大声来唱歌，出声好，我主耶和华，伊是创造咱的主，我是你的主宰。我要落主的名，伊的恩典也明光，伊是拯救我的主，伊的主爱的。全世界拢在庆祝主耶稣的诞生，但是4月份真重要，就是耶稣的受难，甲定时的有死，搁为咱搁活。咱前3礼拜吼，前3礼拜咱拄则2礼拜，拄则过偌济，咱拄庆祝过偌济，搁过去啊。过偌济，主耶稣过啊，迄个画面开来甲毋茫继续伫咱的中间来讲出咱开咱的源头吼，敢毋是安尼？咱所信的主耶稣，若无过活，就咱所信的一切是为着空空。所以过活的开咱，画面的开咱，迄力量使咱继续。所以呢，咱唱在学乐的时光，嘛是咧学乐主耶稣的过活，但是就是过活，耶稣过活的日子。来，咱过来好无？请你较有咱的唱吼。我要大声来唱歌，出声好，我主耶和华，你是创造咱的主，我是你的主宰。我要落主的名，伊的恩典
讲伊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，若无照着伊，无人会到白的所在去。佮讲伊去白遐是为咱安怎避难所在。哇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敢毋是介宝贵、介巨大的一个应允嘛？伊去为咱避难所在呢，这就带互咱足大的嘛吼。我来建成应该今年是进入第5年。当我来差不多2年的时阵吧，罗光牧师就离开了吼。咱已经几偌久无牧者，2年外有哦，2年外吼，2年外无牧者。这中间小会员、项目小组只要拍拼，咧敲锤、咧祈祷、咧等待，咱大家有缘也是安尼，用祈祷去等待，咱敲锤着，适合咱牧者伫咱的中间，等待上帝甲咱美满吼。今日最重要的日子，就是咱要拣选新的牧者。这是教会会使讲是一个新的气力，要开始要往前冲，一个真重要的时刻。兄弟姊妹，请咱大家今早起来到这就闭眼心，咱要全体一致来通过咱们变成新的牧者。我就拍出圣经，用约书书3章20节到21节，你像讲头前跟头的是国文中文吼，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有一条歌足水的一条歌，后摆有机会时再传大家来唱。这条歌足水的诗歌咧吼，咱看到台语吼，汉文啦吼，上帝为行做寡过，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延根归依到万世代代无煞。你有安尼是嘛？安尼期待你准备无？上帝所赏赐咱的是看过咱所求所想的一切吼，伊的大权能运行伫咱的教会中间，要到底，搁伫基督耶稣内面，要到底万世代。今日这边，请咱来闭眼睛，咱来唱一首《主要兴起一间有人教会》，主要建造一间有人教会。
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这章经文我相信咱较早有背过哦，有咱教会背圣经啊，拢背过哦。这个经章我即摆提醒咱，咱就常常拍拼伫主的工，因为知咱的着活伫主的，唔是空空的。哦，所以法度讲，所以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着坚固，不摇喘，常常尽力伫主的工，因为知恁着活伫主的，唔是空空。哇！上帝久久互咱伫遮，咱安尼无目遮中间，咱三角枯掉着吼，小学话甲中级安尼三角大家枯掉着，无互咱的教会伫遐死死散散。这个时阵就是上帝所应允咱的，神的目遮要到伫咱的中间。这个经章，搁一摆提醒咱，也要一摆下日首诗歌，也要搁一摆提醒咱，要奉献家己啦。我有带咱大家吟过，又要搁吟一遍，奉献咱家己，要拍拼的主的工。来，第三条。来，请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的愿望奉献你，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代志，我的一生顺乎你旨行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，主啊，我的愿望奉献你，无论我一生顺乎你旨意，我为主献性命，我为主做勇士，我为主做老婆，我为主好塞人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的愿望奉献你，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啥代志，我要一生顺乎你旨意。有真佩服，你有心内有讲主啊，我真心要奉献伫你面前，我真心要委身搁较深伫你面前。为甲新的牧者来的时阵，我通三脚伫遐兴旺教会，拍拼尽力伫主的工。咱最后搁唱一遍，请你用祈祷的心来吟。主啊，我要奉献我家己。